好了，亲爱的朋友们，您现在看到的是《雷响中华》第3季第1场小组赛。接下来要登场的是来自浙江小百花越剧院的优秀的尹派女小生陈丽君。陈丽君带给我们的参赛剧目是《白蛇传》断桥。谢茫茫奔错了金山算他
忙中见娘子来，我喜在心小青儿很小心啊，这叫我何此把身藏？藏许仙。啊！谢谢，谢谢，谢谢来自浙江小百花越剧院的女小生陈丽君。来，丽君，大家看到这里
已经看到了5个剧种了，每场6个选手，巧了，这一次的6个选手是来自6个剧种。我想跟几位评委讲，我们对于每一个演员真正做到了精挑细选。尽管这一次只有18个选手入围，我们不能说每个选手都是百里挑一，至少我们从每一个剧种、每一个行当当中，至少我们涉及到了几十个人在筛选。他们说每一个人都是这个行当乃至这个剧种年轻一代的佼佼者。陈丽君也是一样，在浙江小百花的尹派女小生里，在整个的这一个年龄段的尹派女小生里，也是一个佼佼者。丽君是一个90后，她非常的有人气，参加了不少的电视综艺节目，很多的网络平台上呢都有她的粉丝团。有一个小妹妹呢是陈丽君的粉丝，她的父母呢劝她不要追星。那个小妹妹跟她的父母说：“我的那个偶像跟其他明星不一样啊，他非常的刻苦努力啊，我们是同龄人，我们要一起成长。”所以今天呢，我很想问问丽君，怎么看待偶像？我觉得我从来没有把自己当成偶像过，因为我觉得好像偶像这个词离我还挺远的。然后，但是有很多姐姐们还有妹妹们，她们经常会鼓励我，给我送花，还有会写很多鼓励的话给我。我觉得这是一个相互促进、共同成长的一个关系吧，就是因为彼此可以让我们成为更好的自己的一种关系。真好。丽君非常刻苦，因为我知道，基本上是泡在练功场的，就是她。是的，一直是在练功场上，因为，无论是从唱、表演、基本功，她练得非常非常的刻苦，这个我非常的了解。今天也表演得非常的棒。为你点赞，真的是，给你提一个小小的建议，因为我知道你也参加过很多那个比赛，但是今天这一场的话，你出来的时候还是比较紧张的。那么前半段的时候，我觉得你就唱得饱满了一点，因为毕竟它是一个药店的一个小伙计，所以可以再弱下来一点点啊。后面看到小青这个怒目圆睁的，他是拿着剑来追你的时候，那这个时候的话，你可以紧张起来，可以那个更加的饱满。好，谢谢陈飞评委，来柯军评委。这个陈丽君让我眼前一亮，这个越剧的女小生演的这样，非常非常难得。她最关键的一点就是她整个表演当中非常有层次。你想，她一开始从这个逃。气冲冲的逃下来的感觉，然后又转化成一个非常悔恨的状态，然后马上又转化成他对爱情、对白淑贞的这种渴望，马上相见，然后马上就能看见他了。他去找他的时候呢，又很惊，同时又很慌，但是整个过程当中，他又用很多的手眼身法步唱念做法来表达。它里面有就跪步，包括错步，包括水袖、圆场，还有一双鞋，他从脱鞋、扔鞋，然后再这穿鞋，整个这个里面表达的非常非常流畅。但是呢，最关键的是他能够有层次的表演，这个演员非常难得。谢谢柯军评委，来曾昭娟评委。我仿佛看到了一个具有戏曲韵味的水墨画，我也仿佛看到了碧波荡漾的西子湖。感谢丽君给我们送来了这么一幅的美好的画。丽君，你就是我心底那个许仙。太棒了，谢谢曾昭娟评委。你充分利用了我们戏曲载歌载舞的表演形式，也完美的结合了音乐、锣鼓经。你的所有的技巧的运用都是那么的合情合理。谢谢你，丽君。谢谢曾昭娟评委动情的点评。其实我们在选择所有年轻演员的时候，我们不只是看他的录像带、看他的现场演出作为评判的标准，很多前辈的推荐，我们要着重讲这个人，就是舞台之外的这个人。我们要给年轻人树立一个标杆，这个舞台张扬什么样的人特别的重要，真的是好人、好孩子。
所以我们这样的舞台应该彰显人性好的、技术好的年轻演员。丽君就是这样的年轻演员啊。就是在前半段那段唱，身段方面是不是可以再减掉1/3？我觉得更应该抒发尹派的唱腔。刚才那个太白最贤那个陈婷，哎，他在表演激情的时候，在唱的时候，他几乎是没有身段的。谢涛老师在演《富山静静》的时候，他激动的时候，我看到他也是没有什么身段的。有时候身段往往会把情绪会带掉，你应该更好的抒发尹派的那种韵味的唱腔，把身段稍微减弱一点，不要每个身段有每一句唱腔一定要有个身段。粤剧里面我最喜欢是尹派，这个尹派的唱腔很有魅力的，你把尹派的魅力把它唱出来，这是我觉得是最重要的。丽君来到雷响中华的舞台，一定会收获成长的。好，谢谢你，丽君，休息一下。好，谢谢。今天进行的第2场对抗赛，同样有4队8位选手两对决，争夺晋级总决赛的4个名额。根据规则，率先出场对决的是汉剧朱敏和粤剧陈丽君。首先有请来自湖北省戏曲艺术剧院的优秀的汉剧演员朱敏，他带给我们的参赛剧目是汉剧经典《宇宙风》。
相府之中哪来的什么鬼呀？今夕都变魂归站在。
谢谢朱敏带给我们的宇宙风。来，朱敏介绍一下两位助演。好的，好的，这是我们的花脸演员王小浪，王小浪，这是我们的段明老师。您好，谢谢两位助演，谢谢。好，朱敏你也稍事休息。好，那么接下来与朱敏对决的是谁呢？是来自浙江小百花越剧院的优秀的尹派女小生陈丽君。陈丽君带给我们的参赛剧目是越剧《珍珠塔》金塔。再不充点几招，只怕要冻成血人哦。
曾。
谢谢丽君带给我们的珍珠塔金塔。来，接下来我们再次有请汉剧演员朱敏上场。朱敏刚才是宇宙风，这是正宗的宇宙风，宇宙三风啊！汉剧的陈柏华老先生的宇宙风，豫剧陈素贞的宇宙风，京剧梅兰芳的宇宙风，宇宙三风最为经典。说到丽君，哎呀，越剧的《珍珠塔》这出戏是，浙江小百花越剧院专门为丽君量身打造的。丽君参加了很多比赛，是名副其实的沙场老将。所以今天我很想问问丽君，对比赛怎么看？比赛，我觉得每次参加的时候都又辛苦又紧张，但是同时又非常的快乐，因为每次准备比赛，倒不是说比赛的那一刻怎么样，因为是我准备比赛的过程中，我会不停的去吸收和学习，我觉得这个过程，每次都能让我成长很多。曾昭娟评委。每次看这个丽君的表演，都有感觉一股青春的那种激情在涌动，又惊艳又精彩。今天看了你这个，特别是那个金塔啊，第一个是366度的这一个飞跪，还紧接下来就是一段轻板，真正是字头清晰，声声入耳。更感觉了你的这种气息的一个功力，非常非常好。接下来呢，一连串的这个技巧性的这种发挥，我觉得都非常的完美。我觉得汉剧的演唱的特点太有特点了，我形容它像弹簧，是吧？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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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灵活多变。我觉得朱敏的把这个赵艳蓉的这个装疯这种被迫装疯的这种内心活动啊。体现的也非常非常的不错。我不想占用更多的时间，但是我今天看越剧这位青年演员，我今天感动了。他的上一场，我自己从这个对比程度，这场打动我了。上一场的技巧也很多，也很繁琐，而且边唱边做，边唱就我觉得稍稍有点干扰。但是今天有动有静，声音的展示，包括你技巧的运用。包括你的2个眼睛，触动到我了，我特别感动。有时候这演员就是这样，他在舞台上的那一刹那就会触动观众的心，非常棒，好演员、灵演员、聪明演员，悟性很高，表现力很强。朱敏呢，上一次的感觉我特别好，这次我觉得难度很高，因为是经典之作，那么可能在这个里面。我对他的要求期待值可能稍稍，我觉得和上一次比的话，我心里头觉得还得再去努力，再去钻研。谢谢。好，谢谢谢涛评委。好，陈飞评委。舞台上的那个呈现，我觉得是非常的棒。看得出你在就是平时泡在练功场上的这种努力，都会在舞台上显现出来。祝贺你完成的很不错。朱敏。整个装疯我觉得也是非常的棒。给你提一点小小的建议，就是你跟父亲在交流，因为你是装疯，然后你说是跟为妻到上房，后面怎么哈，这个时候的话，你要跟父亲去讲的时候的话，修的这个不够，毕竟你是一个没有出嫁的一个女孩子。然后是跟父亲说这种话的话，对自己的长辈说这种话的话，虽然是装疯，但是在装疯当中你是装，把这个装字要那个更加的明显一点，嗓子非常的好，听得我们耳朵都已经有点那个嗓子真的真叫好。好，谢谢陈飞评委，谢谢。好，2位演员稍后，谢谢。好了，亲爱的朋友们，您现在看到的是《雷响中华》第3季的总决赛，比赛继续。第8个登场的选手是来自浙江小百花越剧院的优秀的尹派女小生陈丽君。陈丽君带给我们的总决赛的参赛剧目是越剧《周人哭妻》。
我念梦雪，藏结这算你这无情无义的小子！再生，你这卖油去用的奸臣！小子，奸臣！小子，奸臣！小子！打死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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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我，这生回绝生兄，回报神嫂，一起退扫先于年策。我能引起他，他此仇未曾死婚，此际我被众神所骂，众神托打，我越可难辨成错梦。毒扫夫人之墓，竟是一命令。毒扫夫人，毒扫夫人，毒扫夫人！我那缺失的眼睛。
四月月光。
泪苍苍穹，两面自天地，两面自谢谢丽君。来，我丽萍评委。丽君，我前面从事了50年的戏剧，没有白干。希望你继续，希望你成为更好的明天。谢谢。肯定会的，肯定会的。我非常看好他。来，曾兆娟评委。今天，我真的感觉你弱小的身体里蕴含着巨大的能量。你这一段哭坟哭出了3层意思。首先，你哭出了对妻子的思念；第二，哭出了对自己的无奈；第三，哭出了对朋友舍身起义的这种义气。还有通过你一系列的形体动作，比如朝天凳的控腿，还有你的圆场，还有你的水袖功，也真正体现了我们戏曲无一不惊人的特点。谢谢，谢谢曾兆娟评委。来，那个柯军评委。今天你的站在这里，坚信一句话：所有的付出必将得到回报。但是你今天又回应了一句话：没有回报又何妨？因为你一直在回报你的老师，一直在回报你的越剧艺术，一直在回报你自己的付出，所以我非常感激你。来，季老师，您请。就是到最后，这个打雷以后，你这个水袖啊，我觉得这个方面是不是多了一点？因为这耍水袖的时候啊，就是在技巧方面，我发现你也出戏了，你也到这个人物的戏外面去了，然后最后你要扑到那个墓碑上以后，又回到了你刚才那个激动的情绪。所以我觉得我们身段是为人服务、为人物服务、为情节服务的。如果这个水袖是这单纯的耍技巧的话，往往会出戏，你自己也可能会出戏。所以我这一点吹毛求疵啊，讲了这个。谢谢季老师，谢谢您。李军，祝你好运，加油。好。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您现在看到的是《雷响中华》第3季总决赛的现场。经过紧张认真的统计，总决赛最后的成绩，那个总冠军10大青年演员的榜首已经产生。那么到底是谁呢？接下来我们再次有请中国戏曲10大青年领军上场。亲爱的10位年轻的战友，上海的京剧蔡小莹，沈阳的评剧冯子阳，无锡的西剧王子瑜，天津的河北梆子陈婷，山西的蒲剧程亚坤，上海的粤剧盛舒阳，北京的昆曲袁国良，
咱陕西西安本土作战的秦腔杨静，浙江的粤剧陈丽君，福州的闽剧杨帅，真的为你们骄傲自豪。接下来，我们先搬出网络人气王。获得网络人气王的选手是来自江苏的戏剧王子瑜，他获得了271956票。好了，亲爱的朋友们，接下来我们有请颁奖嘉宾杨林鹏为网络人气王王子瑜颁奖，祝贺子瑜。我先说出获得前3名的选手：杨帅、王子瑜、陈丽君。杨帅得到的场内评委的投票得分是68.5分，王子瑜得到的不是那么高，我就不念了。但是人家有20分垫底呢。陈丽君得到的票数是88.5分。场外只有2.3分。那么最终的结果到底谁是总冠军呢？接下来我宣布，获得《雷响中华》第3季总冠军，也就是中国戏曲10大青年领军榜首的是陈丽君。祝贺丽君，当然也要祝贺台上的10位选手。